规律的困眠对人的身心拢有帮助。每一种生物体内的心理周期，拢有一个心理的时间，也就是昼夜的节律。如果昼夜节律失调，不只造成困眠的障碍，嘛会让各种的器官运作无协调，甚至产生身体或者是心理的疾病。我们人体呢本身就是一个有自然的一个节律现象，那它影响着我们的睡眠，影响我们的生理活动。那如果你生活作息不正常，那这个昼夜节律失调的话，就会产生很多一些生理的疾病，甚至是精神疾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昼夜节律呢，会受到一些光线环境这个还有生活一些社会刺激因子所影响。所以你如何来调控这些因子呢？包括说你的这个如果你是白天睡觉的话，你就尽量让光线变暗。那因为我们睡觉时的体温呢是比较下降的，所以你不要让你的房间睡觉的房间这个温度太高，这个都会对我们这个睡眠有所帮助。贵综合病院身心科的主任黄泰明表示，因为光的刺激是经过视网膜下视丘的路径，到视交叉上核来调节，然后再再主导体内心理的活动节律。因此，医师建议，就算是上暗班，日时甲暗时颠倒变，伫个日时困眠时，嘛爱尽量保持房间的昏暗，而且莫用电毯，影响到人的核心体温，让脑部会用得到好好的休息。台咱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